下客文填名故土游记，作者罗宝贵，新竹市客家人，现下大头份，施延强讲客按神奇之作，系讲听到有中意，请多多分享。看到天时也蛮好，心又想爱出门去溜溜。逐摆出门就开始细思量，今晡日爱去哪位了呢？两公婆讨论後，決定去苗栗縣獅潭鄉嘅民豐古土，查嘅天地二面廟前，從藍色小屋行嘅紅色嘅新豐吊橋過，看橋下五個飛遊。規群結談分裂，就講上團結同心親相應。體會人生未窮樣，生命常時有風浪，接遇到困難唔順利，需要刻意嘅向前抵抗，只有一番新嘅風景。過橋後就看到按大片清江嘅西雷花，陽風電視交融，知道心情當暢快。行向山度歇山去，歸路欣賞山那度嘅樹誒。山間行落流水上，水清清唔嘅看顯顯，行唔知名嘅調誒啾啾滾嘅聲。免去10個年前，土生人誒來歇山，到情人谷後出上，卻也殺斷上去，叫叫，也斷山路，加東去，百度色彩寒甜，直到四台必出，竟係唔敢再來咧。但係看到嘅野後誒條上跌落，中上打落山那間，色彩很神奇，全家笑到聽辣誒，目瞪瞪見看。後來認真來嘅還是打拍來，唔願再過行江上，讓嘅怪記住唔通，老公哥不將把電機繼續行江上，但路上遇到一個老阿婆。一對頭髮嘅片來，準備下山去獅潭街巷買一道生活用品轉去。佢講80啷歲，看來身體還係當執正，打嘴鼓講起非遺後生嘅樣式，中間開定黏黏嘅竹筍，行關谷拖下山去獅潭街巷，老竹筍買特換生活用品。再過年路，歇山轉去頭屋，頭擺生活實在很艱苦哦。有以前嘅經驗，我講到咧，也擺行到情人谷，先測行兩條嘅沿平古土，也條山路白家唔會踢起，行起來輕鬆爽，心情好唔到啲嘅行到漢卡山度，長山綠蔭當站到。樹那度日頭花照入來，空氣當好。山度冇看到騙人行，兩公婆擔地花架上，忽然間看到有結沙薄，二夫也從山度有人帶過，竟行入去，又看到當久以前廢鐵嘅東西，係乜嘅呢？老公講係頭擺做農事愛用嘅蒲筒。實查古過，原來係傳統嘅蒲筒，陸續有其他省路嘅農器，還有看到一間火房屋嘅老屋架、木屋檔，老確嘅壁同灶頭หั่菜，地下山那壁角實有人吃，實在無簡單咯。延平古土沙頂接綠色古土加卡頂。有一些團愛用熟嘅鐵拉松到山頂過，就係接南長上古土，平平嘅路真好行，過接民豐古土下山。沙頂去獅潭老街，先山仙草店買仙草食，卻也安然嘅路，真難忘。當歡喜將時差轉屋哦。